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什么款的舞蹈艺术会当跨过国界甲语言，伫无同的时空安慰苦难的灵魂呢？这出关怀着普世人权的舞剧，是台湾的查某囝舞蹈艺术家林美红伊所创造的《新娘妆》。这个作品是改编出名的作家李昂的小说《彩妆绘者》，是以台湾228事件甲白色恐怖时期来做背景。2011年，伫欧洲推出了后，是鼓舞着真侪当伫世界各地在受苦难的人。巡回演出到即摆，已经演出将近50场。2019年7月，带离欧洲的林美红第一届回到台湾演出《新娘妆》。上特别的是，伊还选着50位素人演员做伙来演出，其中阁有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家属。透过历史的相痕，来传达着普世关怀的价值。林美红的《新娘妆》，咱做伙来看。几乎是一种安魂曲的，去抚慰曾经被这些历史灰烬所晋升的灵魂，去集中我们的意念，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你。舞台中，拿这个倒起来穿白衫的外国女舞者，伴送子的老母亲，加倒伫棺材内面的孤囝痛心道别，肢体语言充满情感。当时风音乐合并，加上动人的歌声，吟唱出闽南语的戏腔，贯穿规出舞剧，更加予人唔甘。舞剧背景是台湾历史中的228事件，加白色恐怖时期。倒头讲的手法，带观众进入主角的人生故事内。身份之夜，痛失做医生的翁，受难者为丧挖苦，替新娘化妆，将这个囡仔饲大汉。不过，伊伫无度接受后生有女撞劈，伫意念的对抗之间，爱子承受真大的痛苦，离开世间。伊总算放下性别的成见，为后生为体，为新娘妆，舞台效果震撼人心。因为自己的性向的认同问题，妈妈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即使这个孩子是这么的出色，这么的像孩子的父亲，但是妈妈这么勇敢的对抗这种极权，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自己全心全意去疼爱的孩子面前，却没有办法跨出这一步。这一步是这么的难。昔日舞蹈强烈的情感冲击，深刻传达出受难者甲受难者家属心中的痛苦。这是国际舞坛有名的李奥编舞家，现任奥地利林芝国家艺艺舞团艺术总监林美红，头一摆用台湾本土的元素甲题材编创的舞妆，以台湾出名作家李昂的小说《彩妆绘者》为改创的灵感，在2012年所推出的经典舞剧《新娘妆》。我的童年应该是在白色恐怖时代，但是我因为可能年纪比较小，家里可能也因为要保护小孩子，所以我并没有真正非常清楚这整个的事件。那我在国外那么多年，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去认识这些事情，让我觉得我好像在寻找一个我自己童年的一个时光的一个空白点。我在德国跟意大利看这个戏的时候呢，看到演出，然后坐在观众席里哈，哇，那个不自禁的泪流满面，然后哭过了之后，你真的觉得说好像把一些重担也释放下来。将文学化为舞蹈，为艺术的角度向世界表现出人道的精神甲价值。林美凤为历史伤痕带出普世关怀，用意真深。新娘妆推出以后，在欧洲受到高度的关注，前后在德国、奥地利等国家巡演将近50场。即马经过8年，2019年7月，林美凤总算找了这出出名的作品，回到故乡，回来台湾。我一直把它放在心底，没有忘记它，就是觉得应该要带它的灵感的发祥地，所以这一次回来，我觉得是新娘妆是回了娘家。示范者为主，踏着轻快步调，在舞台顶慢慢地行，更加增添安魂的意境。林美凤早着新娘妆到各国巡演，每一场拢会精选当地业余演员参加。这摆回来台湾嘛无例外。经过海选，最后竞出50个业余演员，甲林美凤所带奥地利舞者，做伙登上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出。外省的第2代好像要承担的这一种在历史上真实的发生，造成那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对我来讲，参加这个活动来讲，本身我内心上是怀着就是说想要了解。在排练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想到香港现在的状况，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去，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所以我就只能在这里投射，或者是帮大家发声这样子，让那些就是香港去世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跟他在一起。只是看起来很平凡无奇，我们只是走过去的时候，可是我们内心是很汹涌的。新娘妆对我来说，除了是一个回归，也是给我一个，就是应该说新娘妆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参加演出的业余素人的演员，人人心中拢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更加有受难者的家属提起勇气参加竞选，要治疗心中迄个真久无法平复的历史伤痕。地上摆了4件衣服，然后老师说这4件衣服代表4个尸体，你要去寻亲。说实在，我那一幕是崩溃。我爸爸是白色恐怖受难者，我还来不及跟他见面，我没有见到我爸爸，而且我爸爸被枪决的消息送到家里已经超过3天，已经超过他们规定去认尸的时间，所以后来我爸爸是对不起，是被草率处理掉。所以当老师要大家演那一幕的时候，说实在我非常非常的难以控制。对着作家李昂来讲，同款有非凡的意义，甚至以原著作者的身份变成群众的演员之一。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在1995、96的时候，我想我是第一个把那个228跟性别的议题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小说呢，非常的黑暗哈，而且到结尾的时候，甚至都不太见到光明。所以因此呢，我老觉得我是来这里找寻一种救赎的力量吧。
心内感动，我都形容近期的创作接触是政治甲性别的议题，对李昂来讲，经过20多冬，即摆总算会使安慰家己9年来压力。林美凤的新娘妆，伫舞台顶一般也无带来声势，却是深深印伫每一个舞者、每一位观众的心内。觉得对受难者家属来讲是有疗愈的作用，应该把悲剧化为力量。借着这一出戏，除了抚慰心灵以外，能够让大家关怀这个社会。终于经过了这个过程哈，我想我真的是放下了不管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想我可能让有一些人觉得好像我对228不敬哈，那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压得我实在是一直都觉得还做噩梦的那一种感觉。他们告诉我，他们回到这里，跟着这里这一群台湾的素人演员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可以这么强烈的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的共振。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心力，我们就在事件当中，我们就在这个氛围里头，我们就在事情发生的地方。台湾的查某囝李敖的编舞家林美凤创作情感真强烈，有真高的心理分析意味。小美人鱼、天鹅之歌等等作品，仍阁是伊经典的名作。回顾林美凤舞蹈的过程，伊是南洋舞蹈团头一届成员，经过是现代舞大师毕纳宝学得意门生。林美凤16岁就到欧洲深造舞蹈，9年来伫西方艺术环境中创作，有过摆得到国际舞团的肯定。新娘妆的诞生过程，则是经过伊3年的沉思甲感受，渐渐的淬炼所编创而成。透过舞蹈艺术，核心价值是要鼓励世界各地伫无安定的局势中受苦受难的人民。林美凤伫作品中编创出来美梦。和悲伤的老母亲用伫梦中抛下性别的偏见，认同爱主做真实的自己，化解心内遗憾。我是很喜欢有一段4人舞，年老的他跟着他的先生，那过世的儿子跟他记忆中他的自己，儿子还活着的时候他的自己。这4个人当中的那种情感的冲击然后也许我也让这个年老的妈妈对她当时还年轻的丈夫在梦中说出：“我为你做了一切，但是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那在她这个记忆当中的自己跟她过世的儿子，我让他们也能够有和解。孩子拜别母亲，跪在地上，母亲抱着孩子的头。他说：“理解你，我们不用装，你就这样，我们再也不用装了。”新娘妆伫德国公开后，入围德国艺术界最高荣誉的福斯德奖。2017年，林美凤有感于欧洲难民潮的苦难，再度伫奥地利林兹国家戏剧院推出新娘妆，造成轰动。同一年，佫得到德国剧院艺术联盟评选为年度最佳作品。在德国推出的时候，他们认为我在讲的是纳粹的统治。我有好几个西班牙的舞者，他们认为这是法兰克的政权。这个关怀，这个心疼，已经不是只有228白色恐怖那些受难者，而是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国家，很多很多的遭受苦难的人。我应该也要一样去关怀他们。要说的就更深了，要说的就更广了。以台湾史为背景的新娘妆，和林美凤完整表现出心内意念。每一摆推出的作品，拢会使撼动国际艺术界。透过对生命脉动的观察，林美凤和舞蹈摆脱既有的限制，透过舞剧，透过艺术，将眼光放眼世界，传达出宏观的普世价值。这个作品绝对不是教条式的告诉你们这个发生什么故事，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应该感动，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只是非常单纯，我们甚至不称为这是一个演出。艺术它的功能就在你原先并不设想，它能够达到。它对我跟我的家乡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也解开了很多
我给我很多的答案。